我们之前视频一下那个，我们要走路过来就有点热。一二，手啊手啊！出聲出聲 ！Yes， 哇！2-0，我最新嘅流頭。2-0。2-1，打係啊！好波好波好波！你係蘇麻隊長。係社群入邊嗰個豬豬，好啦。地下錢嘅好亂嘅，計法嚟。唔緊要啊，我哋都冇諗過咁。你哋望我成個人啦，都咁多。咁專業。第手喂！走啊走啊！都這樣講，會嗎？會這樣講？不會。對啊。好波，西門好波啊！呢個係你來。啊係啊，到時我出嚟。好。我哋會定期，我哋一定會擺 YouTube 到時真。好。咁如果你真係要好上高頻嘅預狀，唔使啦。呢個 upload 完之後，明。邊波？唔係我到時打落邊波？14。睇唔到邊波啊嘛？白色波。睇啊！4、3、2、1。開波！咩位啊？記得咩位啊？4、3、2、1。Good defense。係大㗎嘛。好計廿條咩可以望計啊？有計。哇！你辛苦你喎。唔係應該買晒啫。應該冇人想計到，我覺得計。我都冇諗過計。睇下成秒可以弄埋佢啦。睇下成秒好多。喂，打連波嗰個，打球。你穿啲嘅。佢邊啊？陣邊。好波嚟㗎！好波嚟㗎！你依家先行左邊。他好波！可以犯規。好波！係都有啲揀嘅，我都研究咗一陣嘅。係啊，呢個係幾好用嘅。係幾好用，不鬥齊咯。係啊，但係就有啲合唔到。有4。手記住嗌啊！你啲唔放啊喂！企翻好場車，平時打咗場車攞。好波！係咁啊！走，前面，阿偉。慢打。有燈啊！正常嘅話做到出嚟得㗎啦。係啊，打多次啦。換人啦 ，Alan。Thank you。開波呢邊啊！這什麼？係啦。喂，有個球。呢個發球就停標啫。發球識計停標。好波，西門好波。係咩位？俾啊，先給。俾啊，唔好拖啊，唔好拖。
底線。好波。走。唔怕係嘛？唔要。講完就翻嚟啦。係啊。係嗰啲。唔緊要，翻嚟。我幫出界都俾姿勢。慢到半步。第一。打翻一四啊！邊個 Oscar 路咧？係 Oscar block 咗嘛，識 block 嘛。我 Oscar 俾咗啊！阿京喺嗰邊兩個啊 OK。要3分。黐邊啊！陣間換啦。咩啊？差唔多打得咗。好波！呢個3分好準嘅。好波啊！1號。冇撚打嗰個1號啊！我哋負1號。那全黑那個很準的3分，但是其他就14啊，14啊，我真係打嗰個。唔使計嗰個，點計啊？好難計啊，因為要揾多2個人。係啊。好波！都起碼3個。呢個0啊？係搞唔掂。係啊，好叻啊！計分計時都計埋偏方已經係準㗎啦，已經係準㗎啦呢件事。我睇下邊科點計啫。交低牛底先。OK。好波，走啊！再做一次。或者淨係逼到咁上下，逼唔到就翻。不夠。啊，底線啊 ，sorry。我見到少兩手超嚟。係咯。盡量地睇老師，都好似咁。都係得得咳咳嘅啫。會穿過上 K 咯。解冇錯嘅。好波！咁快嘅？係啊，3分位，咁啱兩球3分，兩球3分得多。咁快嘅？有3分啊！陣邊要出啊！陣邊。再出嚟。走波！翻啦，冇人幫你。做多次。仲4分鐘。喂，貼上去啊！喂，暫停。可以暫停。後面嗰兩個上先。暫停。一行我都行。暫停啊！打！好波！咩位？幫手咩位啊？唔係接啊！你唔做你哋4個打多陣。大家不要想太多，主要是重就市场上面主要是要适应裁判的规则，所以大家要习惯。咩位得啦？對面3個這個還有他們2個人，就是這種情況，他們是拿前3個人嘛，不需要有第二球就直接放出去，但是不會放流。Thank you。我邊個收金啊？大隊精神啦，咪精神啦！OK 喎，等打爆咗佢，打得喎。唔係全部換咩？唔係啊，4個。升啊！
落場。打翻練波嘅時候震啊！打埋先。不是哦，出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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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沒事沒事，對，喂，唔好讓啊，大哥！好波嚟嘅，好波嚟嘅！舉手得啦，舉手得啦！出邊，傳快啲，傳出去啦！出翻，出聲，出聲！好波嚟㗎，好波嚟㗎，啱啊，啱啊！啊，捉住你手呀！好波，西門！喂，防守籃板啊！冇晒防守籃板啊！未夠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科。我知佢個意思係咩啊？兩個天花我知個意思。翻去啊！翻去啊！對位，防守出聲啦！全撐出聲出聲，唔好兩個乜個出聲。猜！收翻落嚟啊！收落嚟名。2分鐘。喂，振 B 啊！你出你係你埋去，你出聲，冇人知你做乜嘢啊！你同西門講咪上埋去。夾佢咯！邊文？快啦20秒，快點！20秒，一行啊！睇錯。sorry。喂，攝腳！還有20秒。陣邊！你要不要坐着？會犯規喎！你要不要坐着？換人！我怎麼累？14秒啊！1分23。傳多球先！OK。一球咗。一佢一出去兩。1分14。1分10。嚇！1分鐘，仲有1分鐘。？1分鐘。Oscar 導多球先啊！籃板。1分鐘。對位防守對位啊！喂，出聲啊！砍了，有了！ 2分，踩界嚟嘅。好俾人哋咁亂手啱幫啊！2分。你先。來。喂，上一球啊！30秒。導多擊球先，係啦，導分。留咗帶。導咗先，係啦。啊，第一下要砍了，太高。又拉。4、3、2、1。繼續。防守。 10秒。企走啦！ 6、好波，5、4、 5秒。 3、投了。放！1秒，仲1秒。開波嚟㗎！仲1秒。Oscar 接咗食。對位啊！俾 Oscar。1秒。接住食。唔好回唔到㗎。回唔到㗎。回。係，佢射咗3分。佢個傳
打入可以有唔好打到好多，跟住就做 kick and shoot，咁樣都好似兩大單。